来继续来到婚林二轮第二村，这个庄头分27线的道路，两边边种真侪迄种大花紫薇，是民国99年所种的路树。这10多年来，村长甲社区的志工用心来照顾，才有即卖美丽风景。欢迎乡亲有闲来看花。 紫色花蕊随风摇咧摇咧，袂人阁好看。伫咧二仑乡大基村内分27线道路边啊，种这种杨紫薇，即马当是开花时节。这树仔是民国99年时阵规划路树仔所种的。那有几来这边做一个植栽，植栽半年后由我们社区志工来一个就是接手。 村长讲，当初种路树的时阵，为着要顾着路树袂去影响到道路的安全，同时可以当美化社区环境，特别选择种这种树仔。我们选择那个生根的，袂使迄个附近的啦。花期伫咧逐年的5月到7月卡头，欢迎大家闹营，会当来到二仑乡的第二村行行咧，欣赏这片真水的紫色风景。 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